道诶，大家感谢感谢着咱这有心诶，这是着，都无买全家诶。然后代表着这两种所有人感受，今天来感谢着咱的这个新加坡田中副董事长，咱副董事长，咱的陈干事，嘛上爱感谢就咱的金县长张华冠、陈连文，搁咱新港乡长，咱罗成兄，搁有咱代表会洪主席，咱金华协会总会长。哦，食泡食真多啦吼，所以讲非常的感谢，今日咱沿路转过的点心吧，所以讲非常的感谢，咱今日有来参与活动，而且贵宾吼，咱委员、委员、严宽仁、李明，咱所有众友中，最重要的就是咱考友，所以讲呢上面这个咱这个叫老爷，虽然所有会这非常的感谢咱管咱乡长所在，非常的感谢，而且马头部来只有着咱县长大米关的关于从容乡镇咱乡镇推动一定顺利顺畅，我想作为我讲，在从容会出来，这欢喜的这欢喜所以讲为感谢我讲是感谢咱所有来台湾各地，而且非常在这老母。已经挂杯，挂就是咱是英就是在地也大的拥有来咱们大家会员的，叫咱新港红天中开大马座，调好形象完全叫咱所有的前线来者，在咱马祖国比之海前。